10個我又講，我哋落去中院，落去藍田、秀茂坪，係咪啊？深水埗黃金商場，係咪啊？周圍福榮街、福華街，周圍我哋都去講。哪怕你只有10個、20個，我都講。我哋覺得呢一種所謂直接同選民接觸嘅呢一個宣傳先係最有效。大家睇下香港啲主流媒體係點樣報導呢個5區公投，佢係醜化嚟嘅，抹黑，同埋好多時就企喺政府個立場，甚至共產黨嘅立場去抹黑呢個5區公投，或者等住睇笑話，睇下會唔會變成一個鬧劇。有時我戥嗰啲前線嘅記者咧，真係感到痛心，都唔知為乜做呢份工。而家呢個5區公投新民主運動係為我哋年輕嘅一代，希望可以開拓一個空間，等大家將來過啲有尊嚴啲嘅生活，令到你呢個空間比較自由啲，係咪？香港係一個發達地區，但係我哋個民主仲喺度爭論緊有冇普選，乜嘢叫普選？呢個係非常之可悲嘅。但係啲主流傳媒咧，佢係完全企喺建制嘅立場去睇呢個5區公投，特別係睇下爺中唔中意。而家話我哋違憲違法，但係特區政府又為呢個所謂違憲違法嘅普選咧，係撥1億5900萬。講到違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嘅前言講明係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開宗明義，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任何嘅人都唔可以破壞社會主義，任何人都唔可以違反呢個憲法，堅持社會主義嘅呢一個所謂最高嘅指導原則。但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基本法，佢個母法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佢係根據憲法第31條而出現嘅。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就話，國家在有需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法律由人大制定。但係佢冇講到香港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啊哥！基本法講明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好明顯就係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有冇人講啊？呢班咁嘅奴才叫佢同我辯論下啦！你話我哋5區公投，因為基本法冇，所以我哋違憲違法。點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開宗明義講明要實行社會主義，不能夠破壞社會主義？你可以容許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底下嘅香港特別行政區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基本法係違憲。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冇啲記者點出呢一條咧？冇，係嘛？你要拗，我同你拗咯，係嘛？你話5區公投係違憲啊嘛，咁違反憲法邊一條你係講唔出？跟住人大常委會法工會嘅副主任咧就話，基本法冇嘅都係違反，基本法都冇叫你食飯啦，大佬冇理由食飯。佢話呢個叫公法，所以我哋下一張單張咧就係叫做兩會奴才9蚊實錄，聽日會出嘅印好嘅，將呢班契弟過去喺呢個北京兩會講嘅嘢列晒出嚟，跟住俾啲9蚊指數佢，一隻狗就9，兩隻狗啊狠狗，3隻狗好狠狗，4隻狗好狠勁狗，呢個係我近時做《癲狗日報》。去評論嗰啲人9級嘅一9級指數喺我下一張單張度有嘅，你中意9級，我都冇得阻你嘅大佬。黃敏剛話：起義都出埋啦，解放香港啦，仲唔立基本法？咁你要9級，我都冇計㗎，係咪？你咪試下咯。呢個胡漢正恨做到政司長，恨到流口水，係咪？
要叫黃仁龍處理喎，因為違法違憲喎。咁你叫黃仁龍拉我哋得辦，係咪嘛？呢啲咁嘅奴才，喂，呢啲要做資深大律師，係嘛？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咁咪因為佢係咪？對於呢啲所謂權貴，一犬吠聲，百犬吠應，係嘛？我哋冇乜所謂。五區公投運動有冇違憲？有冇違法？最好你咪人大釋法咯。所以而家我睇下咧，呢一場五區公投運動嘅補選咧，分分鐘咧就會腰斬。下個月人大常委會開會，啲比較敏感嘅新聞記者自己去問下啦嚇，即係走去收下風啦，係極有可能諗一條橋，令到呢個5月16號呢個補選不能進行，因為而家建制派就三不政策，大家睇呢個文匯大公就得㗎啦。呢一輪你睇文匯大公，你就知道成條共產黨嗰條拉喺邊度。OK， 我就日日睇嘅，係嘛？不參選，不投票，係嘛？而家我哋民主派都學埋三不喎。觀塘有個聚會，嗰啲社團嘅聚會，見到啊李華明，跟住佢就口痕問下李華明：喂，點睇五區公投啊？佢話：我哋三不同共產黨一樣啫，好嘅，包括不投票。呢啲就係民主派啦，各位朋友。OK， 五區公投運動踢中共產黨嘅神囊咁啊，大佬，而家係呢鋪俾你打開個缺口下開23條一隊出嚟，由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咁咪關得，係咪？嗱，你睇到個形勢而家係非常之險峻㗎啦。建制派冇人去參選，跟住有啲人話去參選，結果都褪大嘅。到頭來，大家要睇呢一個禮拜嘅進展。4月8號之前，其實4月8號之前咧有幾日假期嘅，所以要報名最遲係4月7號。如果到4月7號都冇，連嗰啲唔係建制派，但係唔係即係一般想像應該參選嗰啲人出嚟嘅話咧，佢哋都褪嘅話咧。好明顯，下一步就係呢個選舉都可能唔俾你舉行，因為佢知道而家有班學生學聯會有班學生出嚟參選，佢哋喺 Facebook 開咗個戶口，而家都籌到剩3萬蚊，但係3萬蚊距離5區嘅保證金25萬係好遠，但係呢班同學又唔願意接受啲巨額嘅捐款，都幾頭痕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嘛？報名不成，你就5區自動當選。真係喊得一句啦，真係啱唔啱啊？所以形勢係好嚴峻，我而家話俾大家聽，個懵下，你都冇去諗呢啲嘢。我而家可以話俾你聽，分分鐘係冇人去選，乜嘢人都唔准參選。